大家好，我是小萌。哦，这就是岳父岳母从老挝寄过来的药材。因为在老挝老挝做叶子的话，都是要拿这个木材来煮水喝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能猜得出这个是什么药材吗？这个可是漂洋过海来的药材哦。这就是岳父岳母在东东做叶子的时候给他准备的药材。东东，อันนี้เป็นยาอะไรเป็นยาเขาจะคันเดือนยาเขาไม่ก็กกขลั่นตรงกกอันน้ำน้อยแล้วก็กกอันยาแก้หักเดียวเขามาปนกันแล้วเขาก็เอามาทำสุขภาพแข็งแรงแบบฟื้นฟูตัวเองไว้可能在中国是没有这种传统和习俗的，但是老挝的话，在生孩子后，他都需要拿这个过来煮水，作用就是给孕妇坐月子的时候喝来温暖身体，而且呢，并且要用木材来烧，所以呢，要找这种黑黑锃亮的锅，那才是更地道。但是我们在国内很少会见到有这种风俗这种习惯。但是呢，东东因为是老挝媳妇，还需要是中老结合，才是最相宜、最合适的嘛。所以，如今我爸呢，每天早上呢，只要到时到点，他都会帮东东煲这样一罐水。因为东东现在已经做完叶子了，但是呢，有时候要出门的时候的话，他先煮好了这个，就可以带出去喝。可能我们在国内这个是第一次这样，但是我以前呢，在老挝的时候倒是喝过好几回，因为我们以前住的那个村子他只要有人生孩子，他就很喜欢邀请很多人去他们的家里面。他们当地的习俗就是，人家坐月子，你要人越多越好，越热闹越好，一起娱乐，然后呢陪坐月子的人一起聊天。整整的1个月的时间内，全部都是每天都很多人来，而且呢，作为家人，他们要提供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我刚刚说的那个药材，他们会拿一个很大的那个锅，然后放那个木材我们这个呢，为了方便寄过来，所以呢，我们岳父岳母呢在家里面就把这个木材的话砍得很小块了。但是在老挝它是一根一根的，然后呢放在那个水里面反复煮，可以煮上1个月3天左右，他们就会换一次。那个水喝起来了，它是带有一点像那个红茶的颜色，然后喝起来有点甘甜的。然后呢，每个过来这里玩的人，他就会分1杯给你喝。坐月子的人的话，他就需要每天不停的在喝这个水。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讲究呢？我也没有深入了解过。我个人感觉呢，我还是很喜欢像老挝这种坐月子的方式。确实，因为坐月子的时候，作为母亲刚生产完，她很容易抑郁。如果长期一个人待着，会沉闷，会觉得压抑。但是像老挝这种的话，因为每天都有很多人在陪你聊天，陪你一起关心你、逗你的孩子，在这种产期的环境下，他很多情绪可以在这坐月子的时候直接就消化掉了。小萌以前还录下了这个坐月子的情况的视频。这里的话就是刚刚我在前边录像看到的那个姐姐她的方法，像这个锅里面的那个木材，就是她一个人到山里面去砍回来的。像这样的木材和药材的话，其实在老挝平时也是不多见的，他必须要去到那个深山里面找了2天，也就找到了1袋。所以说现在这种木材其实也是蛮稀缺的。正常情况的话，它是那个只有家里面有女孩子坐月子的时候，她才会去山里面找。我现在也是亲自品尝了一下这个水，这个水的话喝起来有股那个淡的茶的清香味。它这个茶水在他们在老挝当地，如果人坐月子的时候，它不仅只是说提供给坐月子的人可以喝，陪他们解闷的人一起过来都可以喝这个水。因为老挝的坐月子的习俗的话跟中国很不同，在老挝这边他会邀3、5好友，或者甚至是邀更多的朋友过来这边一起解闷，一起娱乐，然后呢一起吃饭，有一种像是在让大家一起过来这边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吧。但不过是喝了一下，感觉还是很不错的。
有一种红茶的味道。